台湾甲大麻历做是离级别毒品哦，也毋过部分国家对大麻并无啥管制。前一站有网清风掠着讲有大麻合法化议题又搁引起讨论。有民间团体就进行将近4万份的调查，结果有90%的台湾民众哦是反对大麻合法。我做了全天下的妈妈都不该做的事情。穿乌纱向观众回示咧，最近有几啊个有名的网络红人涉嫌摕大麻被掠，当时引起民间的讨论，大麻是不是应该合法这个议题？民间团体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有93.5%受访人无同意大麻合法。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无害的的一个广泛认知，越来越把它高度的说，这个好像没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哦。支持大麻合法化对大麻支持跟态度不仅显著低于不支持者。整个问卷勾数走过以后呢，几乎所有的93.5%的人是不同意的。在38502份有效问卷当中，民众回答对的比例上悬的是青少年重度而且继续使用大麻会导致智商下降。另外，回答对比例上低是美国未成年使用大麻比例有1/3以上。所以是美国大麻合法的地区，生活医疗用的大麻合法，过来是娱乐用的。THC 呢，它是具有成瘾性的，并且可能会造成这个使用的人的认知功能相关的损害。那 CBD 它虽然就是目前是没有发现它有一些精神活性的效果，也没有成瘾性，那它可能会有一些药用的效果这样子。用词其实常常会相当混淆。那会增加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的困难度啦。有关毒品的东西自己交出来。新北天台最近也查到有研究生卖大麻的案件，民间团体呼吁政府要广泛宣导大麻所制剂甲医疗用大麻的定义，佮落实校园反毒教育，降低了解医疗价值的同时，防止滥用行为。各部包括声明除了宣导，也落实清查甲辅导，维护学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